我有没有很快？有没有已经快到模糊了？抓不到你，只剩残影了是吗？真爽！这个戏最多的就是跑戏，每天都在跑，从第一天跑到杀青。看他现在装，终于飞奔起来了。就抓不到你，古装还能做出表情包。现代装跑法跟古代装跑法不一样吧？我古代装是这样跑的。知道了。